以前我哋經常聽到香港嘅阿伯同婆婆為咗返鄉下養老嘅，就好似東莞嘅樟木頭咁，一度有超過15萬嘅港人居住。但隨住大灣區嘅深入發展，除咗東莞、中山、惠州、珠海、深圳都入選咗港澳客置業熱點城市 Top 5。而排名第一嘅中山，佢究竟有幾大嘅吸引力，可以留住咁多嘅港人呢？我哋一齊嚟睇睇。第一個，語言方面，目前深圳同珠海等城市講國語嘅比例仲係比較高嘅，特別係深圳。但係中山就唔同啦，廣東人嘅文化比較深厚。第二，中山交通比較方便。自從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，港人可以直接坐萬象匯嘅永東直通巴士返到香港，差唔多1個半鐘。你想坐船都得，響中港城返到馬鞍島就1個鐘，返城區再加半個鐘，響中山養老，啲仔女嚟睇都方便好多。第三，中山綜合嘅生活成本係比較低嘅，房價響大灣區係比較有競爭力。月供3000蚊響香港只可以租到一個車位，但響中山可以供到一套樓啦。至於飲食嘅消費，差唔多平成一半，而且響度住夠半年就可以申請城鄉醫保啦。市區有成3間嘅三甲醫院，日常睇病都非常之方便。依家已經有肥媽、任達華、黎耀祥、佘詩曼、康俊明等等嘅 TVB 明星嚟中山買樓啦。特別萬象匯附近呢啲中山至中心嘅位置，上樓睇半山，落樓可以滿足晒你所有吃喝玩樂嘅需求。呢啲位置去邊度揾啊？